后来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，有袂少人拢伫厝内底煮食。即摆有真侪拢是小家庭，所以连带这个家庭用品嘛对咧转换形态。为以前6至8人份的家庭用品，愈缩愈少，主打着个人家电的商品，唔但好看好用，搁爱方便来收纳，真受少年人的喜爱。天气热，想要食冰，冰角倒入去，一碗透心凉的串冰，地当放去桌顶。想要食凉面，阁无想要出门，把面放去机器内底，就正做冰冰凉凉的面。亲像这种个人家电产品，愈来愈时行，厝内住1、2个人的小家庭，煮饭无问题，简单好看，阁便利，少年仔上爱用。没有厨房的话，这种小家电就会比较收纳方便。通常我们也不是很喜欢油烟，因为还要就是过年什么还要清扫。所以也很麻烦，所以我很喜欢这种比较轻食的东西，也比较方便。想要食小好好的胖，等要去烘上几分钟，就烘熟胖会当食。想要食冷盘嘛无问题，轻松用手舀一个，就甲大肉肠切甲脆糊糊。家庭商品为较早进前侪人使用，即马大多数拢是小家庭使用为主。在去年的整个疫情发生之后呢，我们发现很多其实特别是年轻人都要开始学着怎么样料理了。过去家庭拢是煮一大鼎，一顿各分几啊顿吃。不过即马广告现煮现吃，一天内解决完，就是希望大家食到上新的物件，对身体才健康。